后来继续来看风台升长，家己的电火条啊倒真多，台电的人员是全力的抢修，但是昨尾仔晚发生意外咯。伫个义德乡抢修的一个台电的人员，去互高压电电到，目前是使用叶克膜得救命。伊的爸爸伫个面册铺文，请大家帮后生来祈祷集气，嘛希望会当找出到意外发生的真相。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到病院关心。救护人员赶到意外现场，叫电吊的台电人员电甲心脏停气，随送到病院抢救。去了啊，怎叫电吸的？电去叫吸的。敢无是断电？我嘛知影。但那些风台造成嘉南地区真侪复式电，台电人员赶紧修理。伫咧昨下晡却传出一位36岁姓李维修人员，伫咧家己义德乡加26乡道，伫咧做线路工程的时，叫高压电电跳，规身躯差不多20%的烧伤，送到病院随从叶克膜抢救，处理人拢真着急。伫咧编辑破文，希望大家跟斗加油。大家都会为他念玫瑰经。都会很难过，回向给他。根据了解，姓李的员工伫咧台电做10多年，技术够在卖看错新员工，和太太生两个囡仔发生意外，和亲戚朋友拢真唔甘。人的意识我们目前暂不评估了，因为他有用低温治疗，一般在3天后我们会再详细评估。他目前就是跟大家报告，就是他心肺功能是稳定。病院尽全力救人，消息传出来，总统赖清德透早嘛赶到台南甲看，人意外发生的原因是倒一步出问题，还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